就好了。哇，山歌队传到这边还蛮清楚的，刚好练习啊。我是，哎，刚开始男生先唱对不对？哦。这枚牧师来。专业人士。哎，那个是凯花吗？来了哈。创世纪第1章第27节到28节，上帝就照伊家己的形，安尼讲，上帝就照伊家己的形象创造人，依照伊的形象创造因，有男有女。28节讲，上帝赐予因对讲要生团，加添真多，充满全地，好地利，全地嘛着关于海里，海里。海里，天里，天里，海里，海里，天里，桥，甲地上所有的。点烛完，反正你就是等，我们会关灯，然后你就等续乐结束，我们会把灯打亮，就是
选上。喂，123，123。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伫教会三见面，咱要同心来敬拜上帝。虽然天气有较冷，啊，毋过咱唱歌，咱的心就热，身躯就热起来。好来，咱来献开信息296首。信息29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咱来吟第1节。本来耶稣调我来行天路，错我向前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救主耶稣时时保护。首咱介绍，好来，咱搁来吟307首美调。307首美调，救主带我甲你同行。咱来看第1节，救主带我甲你同行，谦卑服侍人类路途。第2节，互我儿女有力通担一切着磨，吼，着磨。搁来第2节，第1头前，掌我咬用疼痛的话，咬善是咬，吼。好，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救主带我甲你同行，谦顺好势。掌我高音听痛的话，高也甘好我手的心，掌我早日自转高步，双人来信求世好音。咱备办心来做今仔日敬拜，请咱把手机关静音，也是关机。
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啥时会到上帝面前来见伊啊？吟诗圣诗第296首，296首。耶稣召我来行天路，请会众起立。咱犹原徛伫来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妈，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路因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启应文第11篇。启应文第11篇。
我来客，请大家来应。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每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伊到上帝的厝。我对念这个事。我的心啊，你啥事有准？你着仰望上帝，因为伊的名仰我，来拯救我。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有准。你的瀑布出声，就亲恩甲亲恩相叫应。总是耶和华立时要施出伊的慈爱，来求收拾我活命的上帝。你啥事无记得我？我的对敌支持我，亲像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啥事有准？你着仰望上帝，伊是我的明，我的阳光。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求你原谅阮是无智慧的人，阮罔顾你的智慧，去杀你安排的道路。阮毋知影求找你的平安，相信你的一切，煞行遐危险，而且你无介意的道路顶悬。主啊，求你赦免阮遐无智慧的罪，互阮重新转去你温暖的赐下，诚做你所介意的婴仔，互阮因着信你的温慈、你的宽容、你的忍耐，互阮得着平安。阮因着信来有永生的仰望。主啊，你就是永生，你就是阮的天父。阮要将一切荣耀归予你，学努你，直到阮转去天家的迄一天。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免。学努，信歌队要学努的诗歌是《喜乐的来临》。
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罗马人书第3章21节到31节。现在上帝一定甲咱指示，咱毋免靠律法为当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律法甲先知拢为着这做见证。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是通过信耶稣基督。上帝安尼对待所有信基督的人，拢无差别，因为所有的人拢犯罪，得到上帝恩光得袂着。毋过对上帝所赐白白的恩典，通过基督耶稣完成的救赎。人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上帝献耶稣做赎罪祭，通过伊的死，互人对神来得到赦罪。上帝用安尼来显明伊的义。伫过去，伊用耐心对待人，宽容因以前所犯的罪。要伫现今即个时显明伊家己是义。搁互信耶稣的人，甲伊有合宜的关系。若安尼，咱还有啥物通夸口？拢无，靠啥物法则？靠行为是无，毋是，是靠信的法则。所以，阮认定人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毋是靠守律法的行为，只有对神。上帝兼只有是犹太人的上帝，伊兼毋是外邦人的上帝，是伊嘛是外邦人的上帝。既然上帝只有一位，伊互受割礼的犹太人对神来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嘛互无受割礼的外邦人对神来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安尼讲，咱因为即个信，说互律法失去效力是无，绝对毋是。咱颠倒是伫确立律法。书会讲道，伊家牧师讲道的题目是对神称作义。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这寒冷的日子，你悠然激动阮的心，一早起来到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来敬拜、学罗你。愿你信心的大开力，帮助阮、扶持阮，开开阮的心门，透过你的话来坚固阮的信仰。阮若要因为你的话安尼行，来过丰盛的人生，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创世纪第1章27节到28节，有安尼讲，无书来读。27节讲，上帝就照伊家己的形象创造人，依照伊的形象创造因，有男有女。28节讲咧讲，上帝赐予因，对因讲，恁的生团。家天真多，充满全地，搁治理全地，嘛着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甲地上所有的震动的生物。对创世纪第1章27节到28节，互咱看到人伫所有的动物的中间是非常的尊贵，因为只有是人照上帝形象来受创造。上帝毋是仅若要赐予人类，甚至要透过咱来祝福全世界。所以这是非常有五望、真水的一幅图。但是咱拢知影，对咱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人因为罪过，就甲上帝相分开。分开代表什么？分开代表各走各的路啊，家己行家己的路。上帝开始予人照伊家己的意思来行万项代志，因为罪，咱人内底充满了不义、自专、骄傲、嫉妒、贪婪。
佫有真多。伫到混乱、冲突不断伫咱人的生命的中间，伫出现。无管是咱信仰的团体，还是咱的国家，还是咱的全世界，咱怎样混乱、冲突一直咧发生，互咱人一定活伫无平安甲惊吓的中间。伫某一个程度来看，上帝互咱人自生自灭。这是上帝对人类心大的处罚，也是安尼。含着最后的人类，现在敢若佫有出路？也是有，佫是啥物？咱今日要做伙来看罗马书这段这集诶，罗马书第3章到21节到31节的经文。罗马书会使讲是福音书内底福音。那规本罗马书内底，咱会讲上重要就是21节，第3章21节到31节。咱做伙来看21节到23节。哦，咱伫手部后壁面吼。咱来读出来吼，较袂寒吼。来，请。现在上帝已经甲咱指示，咱免靠律法，会当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律法甲先知拢为着这做见证，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是通过信耶稣基督。上帝安尼对待所有信基督的人，拢无差别。因为所有的人拢犯罪，直到上帝灵光得袂着。过去犹太人想要遵守摩西诫命律法，甲上帝建立关系。但是咱知影，律法拢共有613条，意思就是讲，咱要完全靠守律法，成做迄个义，互上帝称作义的人是无可能的。咱看以色列历史，咱就知影，律法反倒造成人甲人以及族群的之间搁较多纷争，国家行无公义的下面。后果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灭亡，受了到巴比伦。啊，是安尼看律法的功用是哪？律法互人知影啦，互咱即摆法律共款，互人知影啦，你犯了什么罪？所以律法无法度互咱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那么好，亲像即摆有真多的宗教的教导是啥？行好事就就好报。因为强调好的行为会得到生命的意义。因这有律法的概念伫迄个内底。2024年要结束啊！即摆咱看吼，开始外口迄庙的吼，就是农历的2000吼，农历要开始，迄庙的开始爱点灯啊！吼，咱在座吼也有3个吼生肖的吼，今年安太岁等下牧师念的时，大家举手吼。属狗的人举手者，无，今仔是牧师一个尔，阮2个牧师拢属狗。属猪的举手者，属猪的哈，属蛇的，蛇哈，咱这等即寡人吼，明年来安太岁哈，安太岁就得到平安啦，平安哈。即摆嘛，伊嘛真厉害哦，伊即摆吼嘛真有推销哈，即摆吼1月份就要联考，1月吼1月吼学测，然后4月吼统测吼，只爱4月统测哈，爱点文昌君光明灯啊，爱去点灯吼。有一面吼，牧师伫社区吼，长辈咧分享的时阵，我问因吼，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我就问长辈吼，人敢真正会惊神啊？迄长辈想一个样吼，其实无一定，因为人大部分拢照家己的需要去做拍算。透过家己的拍算来证明什么代志？证明伊家己的性命是有价值的。所以其实咱常常就是家己迄个神啊，咱拢家己迄个神。咱基督徒检采嘛含入安尼的情形，咱内心常常受到真侪私欲的影响，无小心就制造真侪偶像，
互咱甲上帝的关系愈来愈远。经文23节讲到，世间人拢犯罪得罪了上帝。如今有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就是上帝亲自要挽回伊甲人的关系。上帝是公义审判的上帝，但是上帝嘛是愿意怜悯人的上帝。上帝完全的爱会听，上帝主动予人有当头生的机会，毋是靠律法，嘛毋是咱靠世间人讲要行好的事，而是要有好的行为，要独靠基督耶稣。就是要靠基督耶稣，咱较有法度甲上帝重新恢复迄个和谐的关系。上帝透过上帝伊的独生囝，请做挽回人的中保。简单讲，咱只有世间人只有透过基督耶稣，咱较有法度甲上帝恢复关系啊。甲上帝恢复关系，人较有法度过丰盛的生命。咱搁做伙来看24节甲26节。24节，咱做伙来看来读。来请，不过对上帝所赐白白的恩典，透过基督耶稣完成的救赎，人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上帝显耶稣做赎罪祭，通过伊的死，互人对神来得到赦罪。上帝用安尼来显明伊的义，伫过去，伊用耐心对待人，宽容伊以前所犯的罪，要伫现今这个时显明伊家己是伊，搁互信耶稣的人甲伊有合宜的关系。咱今日咧读的这个经文这是现代的台语会较清楚，大家会较了解到底经文是什么意思。伫上帝眼中，咱这世间人无一个人是伊的人。万关于的上帝用伊家己的标准来判定，毋是世间人认为讲迄啥什么是好的，嘛毋是要靠咱的努力、咱的拍拼来证明。咱要甲上帝要恢复甲人有长心和谐的关系，是需要付出代价。咱知影，咱当人犯罪得罪上帝，互上帝大生气。上帝生气临到人的身上啊！所以上帝要甲人有关系，第一个首先就是咱人的罪爱除去啊。若咱即摆往往判死刑的人，我们要先要特赦，咱咧特赦共款。但是咱知影，咱要靠家己咱人的力量，从罪赦免是无可能的。所以如今咧，透过耶稣顶伫十字架顶所流的血，血代表哪？咱知影，咱人也无血会怎样？无血就会死去。所以血代表哪？代表生命。用耶稣的死，当作挽回咱人类的罪，献予上帝。只有安尼，上帝伊的公义的这部分才会得到满足。意思是安尼讲，人要重新恢复甲上帝有和谐的关系时阵，爱用耶稣的死啊！无做耶稣代替有罪的咱，兄弟姊妹，这个代价是非常的大。换一句话来讲，当咱成做基督徒，咱的价值超过咱想会到的。咱会知讲，咱基督徒这个身份是无价之宝啊！我毋知影想遮你的心内有偌大的感恩、激动，还是流目屎？咱有法度成做基督徒，是因为耶稣死是十字架顶挽回咱才有法度成做基督徒咧。兄弟姊妹，无管世间人怎样看咱、看你，上帝看咱每一个人拢是至宝。耶稣基督临到这个世间，为世间所有人开一条新的路。
但这是救恩的第一步尔。第二步是啥物？第二步就是咱人的回应。上帝伊愿意怜悯，愿意赦罪，但是人爱愿意信靠耶稣基督。安尼，上帝救赎的计划较会使完全来完成。继续，咱来看27节到28节的经文。27节到28节的经文，咱做伙咧，到27节开始来。那安尼，咱还有啥物通夸口？若无，靠啥物法则？对行为是无，毋是，是靠信的法则。所以，阮认定人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毋是靠守律法的行为。是只有对神，但是咱也知影，咱人对神这项代志怎样？有简单无？实在无遮简单。在几天咱的报纸选出2024年的代表字，前几个代表字，恁知影有哪几个代表台湾？2024代表台湾的几个字？第一个有什么？有什么？第一字是啥？贪。伊第二，咱台湾人贪的人会很容易互人互骗，所以骗也有。乱，搁一个争斗爱打，这四字。代表咱台湾这种社会乱象，互咱人彼此咱无法度信任啦。所以你讲咱要信靠某某人，有遮简单无？无。咱逐摆拢互咱真亲近的人，才咱骗，是毋是？真侪拢是安尼。所以信靠神，代表咱爱将咱家己的性命交托别人的手中，这是不符合人的性里面那个要求。咱人大部分拢伊啊，伊爱抓、爱抓、爱掌控、爱计划、自我中心的这个本性。所以要叫一个人白白领受上帝恩典，信靠耶稣，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咱人义爱有恩报恩。我们人义爱什么？喜欢什么？有恩报恩啊！咱人为什么？想要回报的心呢？其实咱人有多少啦？无想要欠人人情，迄个骄傲。你请我嘛灵感要请你，我来xử理的。有迄内底有迄个骄傲。有的人是爱付出。但是伊无法度接受人的物件，所以安尼骄傲往往真做阻挡人领受上帝的恩典。这嘛是咱无安尼想吗？这为什么伫咱台湾这个所在要信耶稣基督的人遮尔无简单？这嘛是原因之一。兄弟姊妹，是咱信仰的路程的中间，当咱信靠耶稣无够坚定的时阵，当咱已经受洗来到教会，但是咱的心无够坚定的时阵，咱三心两意，咱想要掠其他的物件来代替耶稣。咱回想一下，今年要结束啊，咱是毋是有真侪时阵是安尼？上帝拢是咱处理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上尾较想到应该来祈祷，应该来知影。但是咱拢知影，咱想要掠世间的迄物件拢无长久。咱想要靠世间的迄物件拢好啦，咱进2步，退3步，直到咱性命拢浮浮沉沉。我们的生命常常处在浮浮沉沉的一个状态。领受恩典
其实无遮个困难，但是迄个爱超越。牧师应该有讲过，我嘛拄啊20多年前拄啊来教会的时阵，团契你分享迄阵我嘛毋捌，我迄阵有分享过吼，我拢听姊妹你牧师你在人分享吼，我厝的一寡吼，我感觉真见效的代志，他就分享内心话嘛，那是正常的。但是你看迄阵的我真骄傲，我感觉我表现好互人看。我等于在姊妹牧师讲，你哪会才能到感觉真见效、闹气的代志，伫迄团契里分享。但是等我搬过迄个时阵，咱人就无共款。你若是有恩典，就真侪恩典会入到咱。你若是有恩典上重要的是咱爱拼空家己啊。咱爱先拼空，才有法度溜来。就好像一个杆啊，这个杆啊吼，如果你装真侪物件伫内底，这道理大家拢知影。你已经装满，敢有法度物件佫装入？无法度啊！所以当咱内心充满真侪骄傲、自满，咱常常咧为家己拍算，也是安尼，咱无法度得到上帝的恩典啊。就是你伫信仰的路程几十年，你的改变嘛是有限。咱佫做伙来读今日的最后30个经文，29节到31节，29节到31节，29节到31节吼，来，咱请来。上帝敢只有是犹太人的上帝吗？伊敢毋是外邦人的上帝吗？是，伊嘛是外邦人的上帝。既然上帝只有一位，伊互受割礼的犹太人对信来甲伊建立互伊的关系，嘛互无受割礼的外邦人对信来甲伊建立互伊的关系。安尼讲，咱因为即个信煞互律法失去效力是无？绝对毋是。咱颠倒是的确立律法。各位兄弟，咱拄则看到青少期儿童主日学安尼点落去的时阵，咱有真大的感动。今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宣告喜乐。牧师毋知影你有喜乐无？人要长久的喜乐无简单，但是长久的喜乐的秘诀是啥物？就是爱常常甲耶稣基督连做伙，毋是甲世间的其他物件连做伙，是甲耶稣基督的物件连做伙。咱甲其他物件连做伙有，印象嘛真快乐，但是迄真紧。若咱进行咱12强棒球赛，大家呢哇真欢喜。牧师嘛参大家同款，你电视那个外面安尼真欢喜。当咱得冠军的时候，我嘛真欢喜。但是迄天安尼过去了啊。要困的进前，我就姊妹牧师讲，安尼加油嘛真忝咧，安尼花甲嘛感觉真忝，真忝。所以咱的咱要有久长的喜乐，只有耶稣基督的听，才会帮助咱无受这个环境的影响，有久长的喜乐。上帝听，上帝恩典，无分族群，无分你好野人、歹野人。嘛无分你的身份地位，大人老人，无分讲你是社区还是毋是社区。咱教会哦，毋是今日讲咱建成教会，有的教会无爱外口的人离开咱教会，为什么？离开咱教会也办社区活动啦，会来用咱的水、咱的电，搁在咱的空间冲垃圾去，恁知毋？有的教会是无爱人入来，上帝听要互每一个愿意相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咱在座咱真幸福，上帝伫千万人的中间竞选咱成做上帝的囝儿，毋是咱比别人较优秀，而是咱在座咱有比别人较尊贵。咱每一个人永远拢是蒙恩的罪人啊！
我们其实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咱基督徒的身份确实啊，耶稣基督伫十字架真重大吼，才咧赎回咧。咱的恩典是真大，咱毋知。咱这个身份毋是像菜市场迄个，我毋知咱遮有人去买菜时，拢会怎样划价袂？吼，划价了，搁怎样仓吼摕，这仓搁咋送一个，搁要摕走，安尼很廉价的恩典啊！所以咱的这个身份，你今年要继续进前，咱爱无管咱有好多个重大咱低调，有咱偌无喜乐，咱会知影咱基督徒这个身份是非常的无简单。而这世俗价值观混乱的世界，魔鬼亲像好塞，随时你等待咱每一个人。我们绕对了，他就是变得人吞吃。当咱的信仰的顶面无警醒的时阵，什么咱无警醒是什么时阵？可是咱感觉咱真顺利的时阵，一切拢真好。还是咱感觉咱拄到真大的风景，互咱失志的时阵，迄阵会互咱无小心靠咱家己，无靠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书15章第5节，咱真熟的一段经文，是耶稣对咱的警告。什么警告？耶稣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的，我嘛甲伊结连，会结真多的果子。当咱甲耶稣结连的时阵，咱会结真多的果子。因为无我，你无法度做什么啊？咱无耶稣，无法度做什么啊？无耶稣同在性命，咱毋通欢喜伤紧。有时咱靠咱家己，感觉咱得到物件，咱真欢喜；有时是恐怖的开始啊！但有耶稣同在的日子，咱嘛毋通先惊吓，搁加烦恼。耶稣会帮助咱，伴过咱性命真多的艰苦。而等待主耶稣过来的日子，求信心帮助咱。帮助咱伫日常的时间的时阵，咱就爱超前部署。部署是要超前部署什么？咱就爱超前部署什么？就是超前部署，主动咱陷入魔鬼对咱的攻击啊！部署常常伫祈祷，我甲志美牧师毋通有空芳，互人安尼见缝插针对阮的攻击，阮爱当心，爱有较侪的吞论，这话我家己的祈祷。超前部署啦，咱爱阻挡魔鬼对咱的攻击啊！咱要坚定信靠耶稣对咱的疼，常常甲耶稣连做伙。要怎样做？咱要透过温群的读经啊，祈祷。牧师，你哪阁共阮讲即款物件？读经祈祷。毋对，读经祈祷是帮助咱离开魔鬼对咱的攻击。读圣经，互上帝话在咱光照。祈祷毋是仅仔为家己祈祷，咱咧常常为咱教会真侪兄弟姊妹来祈祷。我毋知咱有安尼做无？当你想到某一个人的时阵，你帮伊祈祷，就互你拄着。你有拄着即款代志无？牧师讲一个笑话，我就感觉我这阵吼，敢吼没有关心财运。啊，圣歌队有时候真紧吼，就离开吼，因为有人要较晓来关心。我昨真正安尼想哦，早起我去摕咖啡的时阵吼，就拄到财运，在全家都碰到财运。虽然财运吼，他今天装扮的吼，你认不出来。他有戴口罩，然后弄围巾哈，让你认不出来是财爷。看伊安尼好好，牧师就感觉牧师在几工嘛有少年一个长辈，有你安尼祈祷就想到，落互我去吼，拄着因囝婿甲因查某囝，因怎讲？阮妈妈吼去带伊，我去家乐福哦，
本则无想要去加入，迄工去加入，拄着，伊甲我讲，我你哪会无查牧师讲？我嘛拄好想要查牧师讲。兄弟姊妹，祈祷是帮助咱靠近咱的上帝。祈祷帮助咱较第一是咱的兄弟姊妹彼此相间的疼。守主日，毋是咱我看牧师的面子，我来做礼拜，毋是。当逐个即摆讲去你你困，你做啥物代志时阵，当咱来亲近上帝时阵，会帮助咱。伫即个中间，互咱去思想。这个时间，互咱安尼静静来、安静来，互咱的心袂互受外口的交叉。参与教会团契生活，热心来服侍，关心弱小的兄弟姊妹的需要。当咱伫教会透过每一个步，咱有真多的团契，还是咱即摆圣诞节要到，咱有真多的活动。毋是讲咱为教会付出偌济，毋是。咱来感谢主。互咱透过这个活动，咱再参与，互咱甲耶稣基督有较侪的连结。当阮关怀主去探访咱一寡92岁到97岁，咱在长辈，咱从咱建成教会的听带到因的厝的。伫即个中间，牧师、甲部长、甲会友，我感觉。阮心互感动着。感觉是阮去服侍在长辈，毋是，阮是互长辈互在拢服侍着。看到因的生命，因对上帝的敬虔。阮去看刘老师的时阵，伊安尼笑眯眯，伊无郁卒，虽然即摆较袂呾叮当，但是看伊安尼。今日感谢主，感谢主，伊的信仰嘛，在阮足激励。弟兄姊妹，咱爱以身作则，诚做咱教会真多咱的后一辈，还是咱囝儿孙的典范。鼓励咱后一代爱来服侍，爱来奉献。其实牧师讲的这点是啥？你吴文中长老的告别式。伊的故人的立下，伊写啥物？伊以身作则，诚做咱建成教会真侪信仰的典范。伊嘛带领伊的囝儿孙伫教会服侍，搁奉献。弟兄姊妹，当咱的囝儿孙渐渐大汉的时阵，咱毋通去主动咱的囝儿孙奉献，好无？牧师讲这个话真重哦。毋是仅仔是咱的心爱来奉献予教会，咱嘛爱像上帝予咱的财能，咱所赚的金钱来奉献。这奉献是帮助咱，你是咧帮助咱，你毋通主动你的囝儿孙甲上帝相结连的机会。当咱毋是咱奉献是代表咱甲上帝我结连的机会，这是大大的恩典。各位兄弟，咱要常常悔改。伫即个大讲节的时阵，咱来悔改，咱来警醒，咱有结连于耶稣基督啊无？咱来信靠耶稣基督。当咱有安尼做的时阵，咱就会渐渐有耶稣的模样较宽恕。咱建成教会，有影咱是要成做一个听的教会。我毋知咱家己有感受到无？咱社区。100个外口的人来，因拢有感受咱建成教会的听。篮球队嘛是有将近30几个是外口的迄个青年，因也有感受到咱对因的听。当咱有耶稣的听模样伫咱的身上时，咱渐渐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当咱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时阵，咱自然而然。咱自然而然会过着丰盛有春、平安搁喜乐的生命。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伫你十字架顶，
透过伊的死、伊的血，真说上帝你挽回人甲你有合一的关系的机会。这是真大的好消息。阮也感谢主，你伫万人的中间已经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伫未来，愿主你继续来帮助阮，帮助阮无管阮是如何的性命的境况的情形内底，阮依然信靠耶稣基督，帮助阮每一个在座的兄弟姊妹，因为阮信靠耶稣基督，互阮的性命丰盛搁有存。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回应诗信息第307匕首，307匕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会众起立。请坐，奉献，请书献的同工。请起立。
请坐。公道，请掀开酒部的内页。第一项，感谢主怜悯陷入罪恶中的人，想赐耶稣基督，互咱人甲上帝有重新建立合一的关系的机会。第二项，为着肢体陈德明、陈丽水、赖清光、汪林静秀、谢丽慧、胡艺梅、林文成、陈秀荣、许章美、黄世琪、林以诺、李碧莲、杜昭、李雅娜、陈怡君、杨志坚、简荣志、沈淑慧、汪倩如、卢雪英，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第三项，为着圣诞节期的各项准备备办，为尽信徒伫忙碌的事工内底，会当专心仰望上帝，平安圆满。第四项，为着南韩、中东、乌俄、海峡两岸的局势，为着美国总统川普逐项的行径来引发的效应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大能来医治阮，医治每一个受伤的灵魂，嘛求你的公义会当实现在这个世界顶悬，互所有不公义的代志拢会当互解决。有时阮戆看袂见你所看见的，无顺服你的安排，嘛求你来继续看顾阮，毋通去杀阮。因为阮人有时阵会去互这个世界来带去，求你会当赦免阮，互阮重新来坚定来倚靠你。阮则嘛要用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讲：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食，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止。阿免。报告。第一项，咱即个礼拜的主题是带奖的第3主日，是对儿童主日学、青少契、社青团契来点燃第3根象征宣告喜乐的蜡烛，宣告被掳、被压迫的子民必将得到救赎的喜乐。第2项，今仔日下晡4点到5点半有社区报佳音的活动，请报名来参加的人，3点40分对1楼咱来集合出发。第3项，2025年第1季1到3月各团契的活动甲服饰安排，请今仔日爱交互干事遐来会诊。第4项，12月20，就是后礼拜5，宣道部社区关怀据点举办秋季班结业式甲感恩餐会，学员志工有90人来参加。另外，2025春季班的课程报名已经额满，敬请关心代祷。第5项，小会员21号礼拜六下午会2点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备班。第6项，
嘛请动算的长老列席，对，动算的长老列席。第六项，圣诞节期活动，下礼拜天我们圣诞节期活动，有上午9点半，圣诞赞美礼拜是和堂礼拜，将举行第6次的圣礼典。请要受洗跟洗礼，搁设立会籍的人，请对牧师报名，由牧师来安排。第2项，下晡2点半开始，2点半开始有圣诞舞会，有对各团契、搁社区联合来庆圣诞，请你邀福音亲友来参加。第3项，下晡5点半是圣诞晚宴，同款甲旧年同款是马来亚餐厅，已经满，咱总共是订36度。啊，即马咱的摸彩礼品甲礼金，爱请大家来奉献，因为即马有欠缺，阁有欠缺，因为360人嘛。即马的礼品大概差不多50个左右，所以有想要奉献的人，较来甲英英联络，也是郑梅姐，会使摕互伊遮来当做礼物，互大家圣诞节做抽奖。第7项，12月29是和堂礼拜。礼拜要举行22届长老执事，阁有2025年团契会长辅导的受职就任，请长职甲团契会长辅导留意。第8项，教会有备办春联，予会友使用，原则上一家户领1张，会后请至招待桌索取，就是今天就可以去索取了。好，团契消息有12月18，就是这礼拜3上午10点，松年团契会在1楼聚会，练习圣诞歌曲甲年终聚餐。好，阁有奉献明细，顶礼拜奉献的明细比较多，如果有误可以来向会计更正。好，上银。来，牧师补充一下哈，我说补充一下哈，可能要那个。牧师本来要在那个晚会那天哈才讲哈，那个我们那个圣诞晚宴哦，主要我们就是我们亲朋好友哦那来参与圣诞。那我们的摸彩其实是外加的所以他刚刚讲那金 Kim 我觉得每个人自己感动那个摸彩是外加，不是我们的晚宴一定每一次都要摸彩那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增加活动的区域，那所以摸彩里面有大有小，那每个人认为的大小不一样，因为牧师以前有听到我怎么抽到这一个，我要这一个，我要这个，我们要在透过那个活动，其实我们都在学习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我们可能那个社区他们有自己做的那个手工的东西啊，一个小小的一个钱包什么，其实那个都是无价的，因为全球只有这一个。不会有第2个一样的钱包，那你可能你不喜欢，你就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不好，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概念。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有感动，那就是一起热闹，那牧师做这样的一个补充。好，咱来上银第511首，第511首，乌鲁上帝至高至尊，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甲恁众人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
阿门。请坐。未倒必回，